第三桿係匹克球運動中最關鍵嘅一桿之一，如果處理不當，你就只能夠被動防守啦。如果做啱咗，你就掌握咗主動權。但係面對如此龐大嘅信息量，啲人好容易感到迷茫或者不知所措。喺呢段視頻中，我將向你展示你需要掌握嘅4種第三桿擊球類型，點樣擊球，何時使用，以及點解佢哋有效。咁你就可以立即開始贏得更多分數。我哋一齊深入了解下。咁我哋佢點樣打第三拍之前呢，首先要講下點解要打第三拍。其實目標係咩呢？好簡單啫，就係要自己去到廚房線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底線就係你嘅防守線，你留喺後邊越耐，壓力就越大。你打第三拍嘅任務就係要帶埋你拍檔一齊上到廚房線，咁你睇就可以控制個回合，用自己嘅方式去建立分數。雖然好容易會想打嘅華麗嘅致勝球或者逼對手出錯，但其實大部分出色嘅第三拍都唔係咁做嘅。大多數第三拍都唔係用嚟直接結束一分，佢哋嘅目的係幫你爭取時間，搶到有利位置，為之後嘅每一步做好準備。就算係第三拍抽 call drive 都成日俾人誤會。冇錯，我哋會喺呢條片最後詳細拆解呢一點。所以每個人都一定要識佢第一個第三拍，就係切扣 drop 或者嘅扣 drop。切球 drop 就係你嘅基本功，呢個係最安全最簡單嘅方法，可以減慢個波速，俾自己多啲時間慢慢行上廚房線。呢個會係一個短短地好似短打咁嘅 drop，俾你有時間上咗廚房線。基本上佢嘅進攻性，當你被拉開失去平衡或者想爭取多啲時間時，呢個就係你要用嘅招數。佢會令個波輕輕咁飄過去，減慢速度，俾你有空間慢慢向前推進，唔使急。呢個係最穩陣去化解對方進攻回球嘅方法。而當場面亂晒龍時，我都最依賴呢一招。至於拒球 drop， 第一樣要做嘅就係一定要企喺個波後邊。所以無論個波去到邊，你都要用你外側隻腳企喺個波後邊。我哋可以喺被拉開嘅時候打呢個波，其實佢拉得好遠嘅，波上面特別有用，因為我哋係將個波輕輕咁托上去。但係最重要嘅第一步係要用你對腳先去到個波後邊。第二呢，就係要確保你用開放拍面由下而上托起個波。最後一樣我真係想你專注嘅，亦都係我覺得做嘅球 drop 最關鍵嘅地方呢，就係盡量令個波喺你球拍上面停留得耐嘅。我哋係引導住個波輕輕去將佢送去對面。所以如果你腦入邊有個概念呢，就係想個波喺球拍上面停留得耐嘅，同時又要托起個波冇打，咁你就一定可以控制得好好。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小 tips，幫你確保你真係可以對個球 drop 有額外嘅控制力。所以我係打中個波底部，盡量令個波喺我球拍上面停留耐啲。我一路引導住個波，同時確保我對腳都喺個波後面，身體壓低。好似你見到嘅，我覺得呢球真係冇咩可能打啦，因為實在太簡單啦。當然啦，係要喺廚房區不停咁打入個波，範圍係細啲，但呢個係你可以打到最簡單嘅 drop。呢個就係你嘅基本功，亦都係你應該用嚟做基本中性 drop 嘅打法。下一個就係 roll drop 咧，呢個係你嘅上旋選擇，可以加啱啱好嘅壓力。同 slice drop 唔同 ，slice drop 會浮嚟，俾你多啲容錯空間，但 roll drop 就快好多，條線行得低啲，攻擊性強啲。你唔係淨係將個波 drop 落去，你係帶住上旋推前，咁樣可以縮短對手反應時間，仲可以趁佢哋仲未行到上廚房線時捉到佢哋。呢個就係呢個擊球嘅精妙之處。佢可以將控球同壓力完美結合。我特別中意喺對手回短波嘅時候用呢招，尤其是見到對手上網慢或者仲喺過渡區卡住嘅時候。如果你嗰日 slice drop 或者 shovel drop 打得唔順呢，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替代方法，可以繼續保持主動。roll drop 可以令對手時刻保持警覺，同時又幫你順利上到廚房線。而家我哋有 roll drop， 呢個就係我哋 drop 波嘅上旋選擇。呢個動作呢，其實就係簡單啲向前推，而唔係咁多打落個波底，反而你要諗住打中個波背面，然後輕輕咁向上擦一擦。所以我係向前推個波，等個上旋令個波一到廚房線就自然咁跌落去，即係個波過咗網之後就會咁樣斜斜地跌落去。同埋呢一個動作會比較直線嘅，唔似嗰啲嘅波嘅
會浮浮嘅同埋高嘅。但如果你想攞走對手嘅反應時間咧，其實都好有效。你都要記住，隻腳要擺喺個波後邊，要早啲到位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，就係你要試下鎖實你隻手腕嘅呢個位。所以我打呢個 drop 嘅時候，我真係會確保成程都鎖實隻手腕。咁成隻手就好似一條槓桿咁，我基本上就係向前推，再加少少擦波嘅動作。咁樣我就可以專注每次都打去同一個位。咁呢個就係 roll drop 咁樣。我就係快啲衝過去。我用好有限嘅手腕活動，唔會特登打到好高，我就係向前推，確保個波過網之後會沉落去。超簡單又超有效。下一個就係出名嘅 drip， 呢個係其中一個最易被誤解但又好勁嘅第三拍選擇。drip 其實係 drive 同 drop 嘅混合體。佢比 roll 進取嘅，但又唔係全速 drive。你可以當佢係 drive， 不過只係用40%力，個波會落得短同低，令對手措手不及。drip 最勁嘅地方就係佢揦落好似 drive， 會逼對手作出反應，但其實唔係 drive。呢個球法特別致命，當對手喺接發球之後換位或者跌位嘅時候，佢哋已經手忙腳亂，你就可以利用佢哋面前嘅空位。你嘅目標係趁佢哋仲喐緊嘅時候打去佢哋隻腳。而唔係等佢哋企定咗先。呢4種打法入邊咧，呢個絕對係最難嘅一個。呢個打法咧風險比較高，容錯率細啲啦。但如果打得好，效果極之顯著，仲可以打亂對手過度。Drip 同正手 drive 嘅技術好似，不過最主要分別就係我哋要收好多力。我哋要收力嘅原因就係想個波嘅對手隻腳前面突然下墜，所以當對手向前移動，如果我哋打全力 drive 個波係唔會跌落嚟。但如果用 drip 收晒嘅力，再加多少少上旋咧，喺個波過網之後就會跌落嚟。所以你可以想象 roll 同 drive 之間嘅打法就係你嘅 drip， 所以佢會比 roll 重手嘅、進取嘅，但又冇 drive 咁勁。我哋要確保咧，用對腳企好喺個波後邊，然後咧將個波推前。記住唔好用太多力，其實主要係用對腳去到位，然後大少少擦波動作，將個波推前，令佢過網之後跌落對面。呢招嘅對手仲喺過渡區嘅時候特別有效，但如果佢哋已經企穩咗嘅 kitchen line 就冇乜好用。佢會由底線餵個波，好似發球後回球咁，然後我會趁佢仲喺過渡區時打個 drip 去咗腳下，準備下一球再上前壓迫。Drive 係所有第三拍入邊最容易被誤解嘅一種，唔係因為點樣打，而係因為佢嘅目的。大部分球手都以為 drive 係用嚟抽贏波或者逼對手犯錯，但佢最高水平其實唔係咁用㗎。最頂尖嘅球手會用 drive 去鋪排一個更容易嘅第5拍，等佢哋可以 drop 波再跟住上 kitchen line。重點唔係要打穿你對手，而係要製造一個短而遠嘅回球，令你下一拍容易嘅。如果你啱啱好打贏咗或者令對手失誤，佢只係額外收穫啫。Drive 對於佢唔太識應付快球或者反擊弱嘅對手特別有效。當對手回咗個好波，令你好難 drop 嘅時候 ，Drive 都好有用。你可以先 Drive 下一拍再 drop。所以打 Drive 其實我哋目標係想佢個容易嘅。喺第5拍，為咗做到呢點，我哋要瞄準低過網線偶打。佢對手就唔會睇到高波啲打得咁進取，我哋想佢喺都仲係俾翻佢短波我哋，所以我哋要令到佢哋難籌處理。我覺得 drive 嗰下如果全速去打，其實唔係最聰明嘅做法，因為好難保持穩定。我會建議用80%功力，咁啊對手咧就會俾翻你想要嘅短波，然之後你就可以 drop 第5拍。但係 drive 有幾個重點要留意啦。第一，你打嘅時候要保持身體側向，唔好打開個身。咁樣會影響你嘅準程度，我哋要保持身體側向。第二個啦，我諗你用外側腳企喺個波後面，或者你都可以踏前，但係第一步要用外側腳，之後再用左腳踏入去。最後咧係記住加少少上旋啦，咁樣可以幫個波壓低啲，亦都會俾多啲容錯空間我哋。佢而家會傳個快波俾我，我會盡量用我想要嘅方式打返個快波俾佢，然之後用第5拍上到廚房線。
我哋講下目標同策略原則，因為咧佢唔止係偶打快波定係吊波咁簡單。一個好嘅第三拍咧，最重要嘅就係你打去邊同埋點解冇打。你可以靠第三拍打去啲位置冇嚟到優勢。聰明嘅第三拍唔淨止係執行咁簡單，仲關乎你點企位、點施壓，仲有點樣鋪排下一拍。咁我每場比賽都會用以下呢啲關鍵目標原則。首先，永遠針對較弱嗰個球員，或者係回球之後要跑入場嗰個人，咁樣你會有多啲容錯空間，對方防守會弱啲，最後仲會令到強嗰個球員忍唔住硬搶佢，唔應該打咗波。另外，打中間好適合製造混亂，特別係打快波嘅時候。如果兩個對手實力差唔多，就特別要用呢招。下一點，打完差嘅第三拍，千祈唔好急住衝上廚房線，要習慣咗中場贏波，或者當中場做過渡。呢個我之後會專登拍條片詳細講。最後打完第三拍之後咧，一定要準備好第五拍。對方打波嗰陣要分步啦，係保持平衡啦，球拍要隨時準備好啦。好啦，第三拍咧有個額外小貼士，我發覺好少人會講呢樣嘢。其實你喺打第三拍之前有個發球可以用嚟幫自己鋪路，令第三拍容易啲，係咪先？我哋之所以可以打到好嘅第三拍，部分原因都係因為對方回波啱我哋心水，係咪？對方回短波，我哋落點會容易過對方回勁波俾我哋，要睇後腳接。咁我哋點樣可以確保對方回短波俾我哋呢？又或者你中意用正手落點，咁點樣可以確保自己有正手落點打呢？其實呢，就係用發球嘅鋪路。所以呢一球，如果我發深球去攞反手位，而我想喺呢度攞個短回波，我就知道我要逼佢反手，佢攞回波好大機會就會去到我想要嘅位置，啱唔啱？所以咧，我就用發球咧，佢鋪排第三拍，咁我就可以理想咁樣上到廚房線，實際上就會係咁樣。我會發個深球去攞反手位啦，然之後我就會攞到我中意嗰個短正手波啦。搞掂，